我和你们所有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我有在跟你叙旧，眼前这个姑娘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抢劫啊！抢劫！只要女侠愿意帮我除掉至尊宝，我也率领帮主人为女侠当牛做马。我要你们不分昼夜查看经过这里的人，查他们的脚底板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！哎，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行了，搞帮主会死的。这么高还不死？嗯，你想让帮主死？这么高还不死，不愧是我的帮主啊！啊！别太麻痹了，快吃！呀！我这就帮帮主去报仇。我报什么仇啊？我让你去找鸟儿才可耻的人，快吃！可是帮主啊，我们是斧头帮哎，不抢劫去查人的脚底板，被外行知道了，会笑我们变态的。再搞我就成变态了。没事，不先扶再走。快走！这个仓央峰太可怕了，这么久都找不到出口啊！你说我们会不会是方向搞错了呀？这条路没错的，跟我走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的小蜘蛛们走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彼此生命中见到的最后一个人。不过呢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。既然我们这段关系这么特殊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。哎呀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终于出来啦！对啊，我们不用死了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其实，能跟你一起活着，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哎呀，既然大家今天这么的开心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。放开我！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。你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，三师娘？哇，新做的指甲呀，真是有型又有品啊！就是长了那么一点点呢。别碰他，他可没长眼睛。啊！哎，我错了！你错哪儿了？我错，
小仔，你不应该救我。如果你不救我，我就不会杀你。杀我？你干嘛要杀我？杀我先给我理由先啊！因为唐僧，唐僧那只死苍蝇啊！他不是苍蝇，他是我的恩公。啊？虽然我是妖，可是我也知道知恩图报。他救了我，而你却害了他，我就要替他报仇。哎，等，谁说我害了他了？他告诉你的？对啊，这只死苍蝇啊，这是活着欺负我，死了还不对，散了伙还黑我。此仇不报非君子啊！我去报个仇啊！你没机会了！想逃是吗？没有啊。说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原来是我师傅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你说师徒这种事情是不是和谈恋爱是一样的？必须要你情我愿，情投意合，这个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哈。可是这个可恶的唐僧，他看着我骨骼清奇，天资聪颖，就硬拉住我遁入空门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在他墙壁之下跟着他走。而我呢，尘缘未了，不想跟他走，所以我就逃走了。你说这个事情我有错吗？没错吧？前些日子你看到他了，他见到我多么高兴，多么兴奋，爱我爱到要死啊！如果他真的那么恨我的话，为什么不一刀捅死我呢？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逻辑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骗你我就不姓孙，但是我不恨他，反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他，我才遇到了要杀我的你。你看看你，连杀个人都这么美。能死在你的手上是我的荣幸。来吧，杀了我吧，杀死我吧，动手吧！你放手！来，你别冲动！你来放手！来，放开！满足你的心愿吧！放开！就杀了我！来。青霞，哎呀，你放过我吧！哎，我是紫霞。哎呀妈呀，是你啊！是不是我姐姐跟过来了？哎呀，我一时大意，他人呢？他有没有发现我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好吗？哎，你刚才干嘛去了你？我刚才太困了，我打着打着就昏过去了。结果我一醒过来，你们两个就都不在了，就费好长时间才找到你。不过啊，我现在法力不足，没有办法维持那个书童幻象。我怕万一解释不清楚，所以啊，就先把你混了。哦，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是蛮关心我的嘛。谁关心你呀？我关心我们的交易而已。哦，那就是关心孙悟空喽。哎呀，真是羡慕他呀，好心呐！你对他还是真心一片哦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待会儿等他醒过来，我还得赶紧想个办法变样子呢。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且不说啊，你现在受伤了，没有办法维持幻化。假如你姐姐追过来了，你现在打不过她，我肯定不是她对手啊。到时候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帮你找孙悟空了哟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，是吧？很有道理吧？所以现在呢，不如啊，你找一个环境优美又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疗一疗伤。等你的修为恢复之后呢，你再过来找我吗？也好。仙子慢走哦。我警告你啊，休想耍花样甩掉我！就2个大字我也不敢的。等你伤养好了，一定要来找我呀！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好吧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。拜拜，小猴子。咱们也各走各的吧。虽然你是个美人啊，可杀我的美人有1个就够了。
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刚刚有句话忘了跟你说，什么？你说你羡慕孙悟空与我真心相对，对啊。其实你也可以的，但首先你得有颗真心，不能再那么混蛋了。啊，哦，走了。哎呀，他不会暗中跟踪我吧？这要是被青霞找到了，我就死定了。春30娘，30娘，10娘，别叫我娘。哎呀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当然在这儿啊！你都昏倒了，我能走吗？哎呀，你看看你啊，一定是疲劳过度，所以睡着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不如啊，我带你离开这个藏妖峰，我们找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，好好的休养一下吧。你明知道我要杀你，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的这条命啊，早就寄存在你手里了。如果你想要，随时拿去。拉我起来！哦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啊，怎么会后悔呢？看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共同回忆的地方，我当然多看2眼了。我们快走吧。哎，你又干嘛？哎呀，经历过生死之后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哎，放手！哎，放开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放开！走开啊！哎呀！查了整整1天，根本就没有查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。这个春30娘不是耍我们吧？我让你查你就查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是不是想我死，然后坐我的位置？帮主，我猪八忠心耿耿，绝不二心啊！只是见到帮主这样的盖世英雄，被一个小女子如此欺凌，弄得衣不蔽体，如同被强暴了一般，实在是于心不忍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？你会这么多4个字的成语，你别当山贼了，去做状元。不是没有想过。我觉得吧，你说的也有点道理。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春30娘在我们这些男人的头上动土了，是不是？有道理。没错。帮主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？至尊宝加强版2.0迷药，不信你就死。这一次还不被春30娘整死？帮主，这是好计谋啊！这次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有道理呀！你觉得好是吗？你行你上。帮主为何要如此客气？不是我想跪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呀，帮主的气伤却越来越严重了。我的手也
话呢？说话呀！你找到那个给你3颗痣的人了吗？3颗痣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让我找3颗痣啊？找到他，你就可以救他。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我在哪儿呢？现在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什么？又是在做梦。肯定是那个贱人给被干掉。叫你们平常注意打扫卫生，现在养出来的蜘蛛比我都大。我一点都不好吃，你可不可以放我啊？我的肉特别的难吃。来人了！房主，我来救你了，房主！救命啊！房主，我来救你！房主，你没事吧，房主？我救到房主了，房主，你安全了，房主。没事吧，房主？二当家靠什么东西的？二当家被我蜘蛛击跑了，还不快去你！烧到脑袋！看着屁股！是小的。
我是帮主啊！你找我干什么？别来了！别来了！是帮主的声音！快躺下，我来救你！ 谁说我？不是我。行啊，你想杀了我，然后当老大是不是？帮主，你七伤拳好了耶！我的七伤拳真的好了。是啊，帮主，这叫以毒攻毒，我也是为了你早日康复啊。算你嘴甜。不用谢我。春三师娘呢？帮主，那个春三师娘原来是个蜘蛛精哎，刚才那个大蜘蛛就是她变的。是吗？那大蜘蛛啊？这玩笑太好笑了！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马上，给我去！这么狠？行啊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。行，谁如果能去给我把春三师娘杀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五岳山斧头帮二当家的位置就给谁坐。行，我自己去。反正我现在七伤拳也好了，天下无敌。帮主那边，我知道。二当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嗯，我会出动作戏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难道已经死了？死了？春三师娘死了？当然是帮主死了啊！这儿虽然算不上什么山清水秀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两位姑娘如果住在这儿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上这里的。那在下先告辞了，晚安。是不是妖精？妖啊，非常的妖，弄得我的心蹦蹦蹦的直跳。帮主请留步。有什么事儿吗，晶晶姑娘？师姐说呢，帮主是大仁大义，侠中之侠，能交到像帮主这样的朋友，可真的是我们的荣幸。今天白天的事情，也请各位兄弟们都不要太介意啊。怎么会介意呢，晶晶姑娘？有你跟春三师娘这样的美女住在我们这儿，那当然是我们的荣幸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好。
这位姑娘是我的菜呀。帮主，你肯定是被她们的美色所一时迷惑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真爱。就算再过500年，我相信我也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干嘛把自己包成这样子啊？因为我英俊的相貌只能为你一个人展现。这猴子难道是转性了？哎呀，此地人多眼杂，我是小心点比较好。要是被青霞发现，那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哎，小春春啊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你不热啊？对啊。二位客官，房间热水已经准备好了，吃完饭就可以上楼歇歇了。好，不用找了。谢谢谢谢，二位客官真是清新脱俗，贵气非凡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不知可否明示高姓大名？也让这小店沾着二位的光啊。桃花过。哎呀，我们就是普通夫妻，他呢叫桃花，我叫过关。二位真是郎才女貌，般配的很呐。那不打扰了，二位请慢用。喂，干嘛要骗人？干嘛要隐瞒自己真实身份？我春三十娘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没有什么好机会。唉，没办法呀。曾经我有多大的努力去得到这个名号，现在我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放下它呀。为什么？废话，万一我的行踪暴露出去，警察追查过来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！因为啊，我要放弃原来的我，给你个全新的自我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其实这么看他的样子，也是小鲜肉一枚呀。等等，我在想什么？小春春啊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这颗小花生呢，有一个小苍蝇刚刚爬过，我猜你一定喜欢啊。你还是自己吃吧。我呢，喜欢直接一点。休息一下。要是以后你再往外借钱，跟你急，包括那个傻和尚。媳妇儿啊，其实莎莎那个人呢还是很靠谱的，你借给她钱呢，她一定会还的。那也不行，那人家急，跪下。那人家急用嘛，你不借给人家怎么跟人家说呢？莎莎，我的兄弟啊！哎呀，上次你跟我说借钱那个事情呢，你知道是肯定没有问题。哎，猴哥，我不是了，是你嫂子这个人本来就小心眼啊，她非要你的身份证、原件、复印件、毕业证、驾驶证、结婚证、房产证、在职证明、收入证明、银行里或者 QQ、微信、MSN 呐。所以，猴哥，不是，我就想告诉你，钱呐，我借到了。What？ 借款还是找钱站，只要手机号、淘宝信息即可轻松借到钱。借钱上钱站。我家花果山呢，请你吃的。小李，原来
不是你呀。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就很美的。嗯，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水帘洞。这下就不用怕被姐姐追杀了。盘丝洞，这个名字蛮好听的。哼。我真是神经病，青霞怎么会藏在这里呀？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找你呀！你少来！我会在那儿吗？撒谎不能！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找啊。你又想骗我？哼！我看你是在躲什么人。事到如今，既然你发现了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你了。其实那天从藏妖峰离开之后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，有一个人让我一直忘不了，我感觉他的身影就在这附近。我就知道，又是一个女人。不是女人，是我的那个手下。当时场面那么混乱，我猜他一定死在半妖的手下。想他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如今却尸骨无存。作为老大的我，当然心怀愧疚，所以我感觉他一定阴魂不散，一直跟着我，就在这附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手下的魂魄一直跟着你？对。这样吧，帮他做个超度，超度之后他就可以投胎转世，就不会跟着你了。哎，这样也是不好，毕竟我们主仆一场，我也不想再也见不到他。拜托，如果做法事能送走青霞的话，我早就念1万字经了，好吗？想不到他还有如此有情有义的一面，刚刚我错怪他了。小晨晨，这边还挺热闹的。那当然。那只小猪好可爱。哎，可爱呀，像我呀。你像什么猪啊？你是只猴子。不好，是青霞，快帮我挡一挡先。你没事吧？孙悟空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为了，请记住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藏妖峰的蟾蜍，小客栈的花盆儿，有人疼爱的感觉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啊，还好不是青霞，太吓唬人了，此地不能再待了。哎，小春春啊，不如明天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你刚刚跟我说的话，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没有一句假话。要不然，如果你喜欢这儿的话，
我也愿意一起陪你留下来。不，我们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小春春，你要带我来的地方是墓地啊？这是要跟我一起死啊！唉，想我春30娘纵横情场，阅人无数，但是你呀，却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男人，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。这个眼神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了。没错，就是这种眼神。Oh my god， 他真的爱上我了，情意绵绵，欲罢不能。但是这样发展下去，往后就是无穷无尽的要求和因为失望而带来的恨意呀。What I gotta do？ 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回家？哪能啊，小春春，这个呢是我这辈子最愿意的事情。可是你刚刚脸上明明写着不愿意。幸福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要缓一缓。那我们就回家那个慢慢缓吧。喂，哎，小春春，小春春。请吧。我的小春春啊，这个毕竟还是你的家嘛，不然你先请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怕黑吧？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隐瞒你了，我必须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。什么症？我知道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有勇气、有担当，应该为你遮风挡雨，给你一个完美的好媳妇。可是我恨呐，我恨我自己没用，我恨我自己攻克不了自己的心魔。我只要一看到黑暗狭窄的地方，就会控制不住的，心慌、气短、四肢哆嗦，无法呼吸。哎，猴子！哎呀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奇怪的毛病啊。那我是不是把家变大、变亮，问题就解决了呢 ？Good idea。什么意思？好主意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去去就回啊。等我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前有青霞，后有春30娘呀，真是流年不利啊！哎呀，也不是他的地盘，不知道能不能跑出去。要是能找个什么地方躲躲就好了。
复活。雨安。